姐姐，你动了，换你当鬼。哦，我只是鼻子突然很痒嘛。不管，换你当鬼。好啦，换我。准备好哦！1、2、3，木头人。彤彤姐姐，你说什么？我都听不懂哎。我在说客家话的1、2、3呢。客家话的1、2、3。那彤彤姐姐，你可以教我们客家话的1到10吗？当然可以呀。来，注意听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哇，你们好棒啊！好了啦，我们快点继续玩1、2、3木头人嘛！来，继续。甜甜，我们偷偷躲起来，让彤彤姐找不到。 1、2、3，木头人。人呢？1、2、3、4、5、1、2、3、4、5。亮亮，你会数1到5吗？会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。哇，好厉害哦！6、7、8、9、10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亮亮，你在数什么啊？我在数这里有几块饼干呢，可是我数到6就不会了。没关系，彤彤姐姐陪你一起数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这里有10个饼哎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大家都记起来了吗？哈克布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张来了，张来了。